配合政府智慧工地應用要求，有本地初創將智能平台同地盤內嘅流動設備對接，提升工地安全。亦都有老牌鋼鐵廠利用自動化設備吸引年輕人入行。黃仲賢報道。黃大仙一個公屋地盤有工人懷疑被墮下組件壓傷，一日內2宗致命工業意外，分別喺荃灣同啟德2個地盤發生。個工人喺3樓嘅工作台企梯級工作期間，突然暈倒墮下，下顎受傷昏迷。建造業嘅安全一直備受社會關注，有本地科技公司研發智慧工地安全系統，利用人工智能分析現場影像，主動偵測地盤常見嘅安全風險同違規行為，協助管理人員即時掌握地盤嘅實際狀況。咁我哋最主要就係 base on 翻發展局個10個元素去寫嘅。咁我哋亦都係會寫咗一個4S 嘅系統啦，係啦，就滿足發展局嘅需要啦。希望可以令到個地盤用咗我哋嘅系統之後，可以節省到佢哋成本啦，同埋可以有啲咩特別嘅發生嘅時候，即時可以有個資訊喺度啦。咁你見到有即係呢個就係有轆嘅設計就係新㗎啦。咁同埋就我哋都做咗個即係加建喺上面咧，就有埋個 AI cam。呢隻裝咗鏡頭嘅機械狗，會喺地盤入邊嘅高危區域或固定監控網絡嘅死角巡邏，完善地盤嘅整體監控，進一步提升工地安全。我哋最主要就係即係見到即係香港嗰個勞動人口不足啦，本身企業都係預咗一個成本喺入面。其實我哋只不過將呢個成本就等同於好似你請唔到呢個員工嘅崗位，就揾咗機械人去到幫手。咁安全性由科技去到帶領咧，其實就會更加突顯佢嗰個嘅提升點咯。